议会开议头一天，因为传出台南有真济学校伫 Google 地图顶面的校名被人乌白改，包括成大被改成失败大学，明德高中被改成民无品德高中，甚至学校变加工名，等等引发网络议论纷纷。对此，议员蔡小伟指出，乌白改校名的做法已经涉嫌妨害名誉、破坏教育形象，要求教育局加强资讯安全。这样子的一个恶搞校名的行为呢，其实对于学校的名誉跟教育也是大打折扣，所以我想也呼吁教育局务必要提醒每一间学校要去做一个查证，那也要让这个 Google 的地图团队来提醒他们帮我们做更正回来。面对台南有3间高中、1间高中甲1间大学被恶意改名，教育局接到通报，马上通盘了解并完成修正。呼吁乱改名已经涉嫌刑法，后续一定的追究责任。恶意篡改学校的名称，而且用不雅的名称，已经涉及到违反刑法这个妨碍名誉这个部分的罪责。同时呢，也有涉及这个有关民事的一个球场的这个法令规定，所以疫情呢不要随意的用自己的好玩或者是有恶意，那么来做这样违法的行为，以避免以身试法。那我们也同步呢，请学校这个给孩子做机会教育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。为了烦恼类似情形再次发生，都要主动通知 Google 地图的团队，校名锁定未当修改，嘛是爱对教育做起。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